如果我養了一隻青青豬，我家養了一隻寵物，它長得小小的，一點也不神氣。如果我養的是一隻象，我就可以騎着它去散步，多神氣！好神氣啊！你好長。我家的寵物叫豆豆，我以為隻豆豆。跟住呢？它每天都會汪汪叫。如果我養的是一隻獅子，當它大叫一聲，多威風！係威風都識喎，叻喎！跟住呢？豆豆只會換皮球。如果我養的是一隻長頸鹿，我就可以在它的脖子上溜滑梯，多好玩！豆豆總是纏着我跑來跑去，真攰。真累。真累真咩？即係好攰咯，都係。如果我養的是一隻大熊貓，我可以抱着它睡覺。為什麼我不可以養像獅子、長頸鹿和大熊貓呢？豆豆，來洗澡啦！豆豆只是的隻小狗，不過我還是會好好照顧它。幸好豆豆長得小小的，我和媽媽才可以給它洗澡。如果我養的是巨大的象，洗澡的時候會點樣啊？爛咗。我很喜歡帶豆豆去散步，我們會跟路上碰到的朋友問好。如果我養的是兇猛的獅子，散步的時候，啲人會點啊？嚇走。我會教豆豆換身遊戲。如果我養的是高大的長頸鹿，換遊戲的時候會點啊？會爛咗。爛晒係咪啊？仲有豆豆是我的好朋友，當我不開心的時候，豆豆會搖尾巴逗我開心。係啦。阿姨就好啊。又唱定讀㗎？讀㗎，你就咁讀啊。
歌。係啊，兒歌你就咁唱嘅啫，我家有隻小花貓，喵喵喵，喵喵喵。貓點樣清潔身體㗎？你點樣清潔身體啊？你係貓咩？喂，唔好問人。呀！